一諾千金。秦朝末年，楚國有一個人叫做季布。呢個人咧生性耿直，而且樂善好施，所有人都讚揚佢嘅。佢就有一個特點，就係佢應承過嘅嘢咧，無論困難有幾大都好，就算傾家蕩產都諗辦法做好佢嘅。所以咧，佢嘅朋友係非常之多噶。季布原本咧就係幫阿項羽做事，曾經咧就幫阿項羽打贏咗好多次阿劉邦嘅。後來好可惜咧，項羽因為戰敗所以自殺啊。劉邦咧就原想要捉阿季布啦，但係由於阿季布咧名聲非常之好啊，總有人去保護佢，所以咧一直都捉唔到阿季布喎。而有一個劉邦嘅好朋友，佢個名叫做御陰侯滕公，就同阿劉邦咧就懇求佢啊，希望咧佢可以撤銷追殺阿季布嘅通緝令。劉邦咧果然咧就真係赦免咗阿季布啦，而且咧仲還翻一個官職俾佢添。有一個同阿季布係同鄉，個名咧就叫做曹休生嘅人咧，一向咧最中意同啲有權有勢嘅朋友來往嘅。於是乎就託人去寫信俾阿季布，希望咧同阿季布認識啊，同佢做好朋友。但係阿季布咧一見到阿曹休生咧就非常之反感嘅，根本就唔想理佢。但係咧曹休生面對住季布咁討厭嘅神色咧，好似咩都冇發生咁樣，仲同佢講喎：你都知道我哋都係楚國人嚟噶嘛，人哋成日都話得黃金百斤，不如得季布一諾。呢一句説話其實係我周圍同你宣揚嘅結果嚟㗎，但係點解你每一次都要咁樣拒絕我喎？季布聽完曹休生嘅説話，非常之高興啊，即時改變咗態度，將佢當成上賓咁樣招待啊！一諾千金咧就係比喻説話要算數、講信用嘅。頭先咧，曹休生咧就講咗一句説話喎，就係得黃金百斤，不如得季布一諾啊！個意思咧，即係話，就算咧你攞到黃金100斤都好啦，都唔夠阿季布咧一句承諾啊咁重要啊！咁一諾千金咧有啲咩例子咧？譬如話喺學校嗰度啦，小明就答應咗同學，聽日咧就將借翻嚟嘅書咧就還翻俾佢。到第二日咧，哇！真係還翻俾佢喎，老師就讚啊小明啦，哇！小明你真係有信用啊，一諾千金，係啦，呢個就係一諾千金嘅其中一個例子。譬如話咧，媽媽就同弟弟講啦，嗱，如果咧你今晚乖乖地執好玩具咧，聽日就帶你去海洋公園。第二日咧，媽媽真係帶咗弟弟去玩啦，弟弟咧好開心咁就同阿媽媽講，媽媽你講得出做得到啊，一諾千金啊！大家應該明一諾千金點樣用㗎啦，嗬。